哇咁快就嚟到嘉義啦！喺香港呢，就搭飛機大約1個鐘左右啦，就可以去到高雄。喺高雄再搭大約半個鐘呢，就會去到左營。左營上高鐵大約都係半個鐘，咁就可以嚟到嘉義。喺嘉義呢，出咗呢一個高鐵站之後呢，咁就有接駁巴士呢，就可以搭去嘉義嘅市區。呢度就係我今晚要住嘅太空艙啦，平平地100零蚊一晚，但係其實個空間都夠大嘅。今晚嘅晚餐就嚟到文化路觀光夜市，可能今日星期六啦，呢個夜市都幾多人啊！去開餐啦！今朝一早出發就去阿里山啦，呢度就係嘉義車站嘅門口，我就準備喺度上台灣好行搭上去阿里山，搭咗2個鐘頭多少少，終於上到嚟阿里山啦。呢度就係阿里山嘅入口。呢度就係傳說中嘅姊妹潭。您等一下，这个基本是的，我进的。呢3棵樹呢，就叫3兄弟，佢又夾住2姊妹。前面呢度呢，就係阿里山吊橋，要過橋咯。哇，搖下搖下㗎條橋。呢棵呢就叫做香林神木，勁大棵啊！嗰啲樹幹勁粗啊！呢棵呢就叫做千歲檜，又係好大棵㗎，成1000歲㗎啦！呢棵係紅檜，隔離呢棵都係紅檜。沿路都係紅檜嚟嘅。
面呢一棵呢，就係28號巨木啦，最巨大就係佢啦，最出名亦都係佢啦。係我喺阿里山住一晚嘅賓館，佢叫做阿里山神木賓館，廁所都 OK 啦，正常嘅。仲有一張雙人大床，可以打關鬥都得。出邊有啲樹林景啦，張台仔有張凳、電視機，基本嘢啦。今朝一早起身就係上嚟小笠原山呢度睇日出啦。今日日出時間係6:25，仲有大約5分鐘左右就日出，已經好多人上咗山啦。呢個就係小笠原山。呢度係我最後一晚返到高雄住嘅酒店，位置就有啲遠，咁所有設備都齊全嘅，廁所就喺度分開咗嘅，沖涼房就喺呢度。